日上山坡，坐滿一班一班人，梯田一級一級，望到盡頭都係人。主啊，我手上只得少少，兩條魚同5個餅，心裏驚惶又羞愧，點夠餵飽咁多人？但耶穌攞起我雙手，將細小變作恩典，門徒一個傳一個，我第一次見到神蹟喺我眼前。5餅2魚，你真係夠，5餅2魚叫眾人飽，我哋手裏好少，你手中就足夠。5餅2魚，你真係夠，5餅2魚叫人得救，今日住喺我心裏，都可成為祝福。我一路行一路排，見住面前嘅憂愁，變成一聲聲嘆息，再變成滿足嘅笑。嗰啲眼神由懷疑，慢慢轉做驚訝。原來主唔係問我有幾多，他問我願唔願教。我先知自己好細，但你愛大過山海。當我肯放低擔子，你就使平凡嘅我見證大能再展開。5餅2魚，你真係夠，5餅2魚叫眾人飽，我哋手裏好少，你手中就足夠。5餅2魚，你真係夠，5餅2魚叫人得救，今日住喺我心裏，都可成為祝福。今日我再只係旁觀，我願意企出嚟，在我微小嘅一切交俾你手管理。若你揀用我，都可以成神蹟，叫乾渴嘅心靈被你恩典充滿。5餅2魚，你真係夠，5餅2魚叫眾人飽，我哋手裏好少，你手中就足夠。